对于钢铁货物，可以考虑使用集装箱或其他合适的货柜进行包装和运输，这样可以保护货物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，并提供额外的安全性和便利性。在容器内部，应使用适当的缓冲材料，如泡沫塑料、海绵或木材等，以减少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震动和碰撞。货物应正确固定，以防止移动和损坏。钢铁货物容易受到氧化和锈蚀的影响，特别是在长途运输和潮湿环境中，可以对其进行防锈处理。在包装上标明货物的名称、数量、重量、尺寸等信息，并粘贴适当的标识和标签，以便于识别和处理。这样可以确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追踪和管理。在包装和运输钢铁货物时，应遵守相关的法规和安全要求，以确保货物的安全和合规。